大家好，我是陈思维，欢迎收看修成的迄一天。耶！哇！这个所在啊是台南的德高厝，才有一个为屏东潮州来的剧团哦。我有熟悉内底一个足古水的阿弟啊，今仔来去看卖因咧无用啥物货。嗨，你即摆咧无用啥物货？我即马要倒白老。好，我会当倒三工无？这个会当打？会使，就是爱打骨头食，对。歹势。因为有时阵路无平，伊有时会歹去。好。啊，我真爱甲你倒牛。嘿，对。但我凊彩做成低度。哎咻。加扭过来。哦，你要互两个塔做伙就对。对。我啊小你会当打伫顶悬。啊哦。你毋是讲爱打这骨啦？所以平常时就是这拢是你咧处理的。嘿。啊，敢有人甲你教？有啊。一开始上。爸爸甲你教啊，进你就拢家己会晓用啊。过来。安尼洗。嘿。安尼就会使啊？会使啊。安尼就会使啊？嘿。对。哦。好。安尼就大功告成。这两个人做不有没有办法？哇，看起来爱做出力的呢。想到你这少年，阁有力，你无去斗牛。我拢有中午啊，中午。妈妈迄个位安尼。所以这个无用，差不多到这就会换后一项工会安尼。阮就是会去你台顶用台顶的物件。哇，你都流厉害。我第一届来到这戏台后边呢，哎，进这是咧。阮即摆就是要去倒电火扑啊，等下我爬起就需要你帮我担起你。你爬起对？爬起你顶悬。遮悬。要撑迄线，嘿，可能就需要你甲线担互我。我用担的就好啊。嘿，对。啊，你要安怎爬到遐悬去？就是只有铁架啥物的，拢会爬起。看起来足危险。这。好啊，这只长哦，你要等只长的说啊？嘿。嘿，等我用顶管翕互你，一、两、三。咱无默契。会使。有啊。啊，就平常时这个动作都是送来做的哈。就是看有啥物人伫下骹着拜托。甲你较有默契的啦。嘿。唔是像我安尼，一定扭落来。呀。大家拢会用的做。嘿。这个头敢若歹去无。哦，所以这唔免。我无确定，因为敢若。啊，无先说啊。说看卖。袂讲就袂讲。哦，有，会使。好。哇，足趣味。爱扭到偌暗。好，安尼就会使。哦，所以你大概平时的工课就是伫下骹用迄白楼，啊，个就是扭线用电火安尼。嘿，我平常时讲。准备去倒坑水手。好。坑水手就差不多啊。OK， 这就是阮演戏咧用的喙手。挂咧下海迄。嘿，对。啊，这咧挂到有啥物顺时啊？是只要挂？无就是挂起你就会使啊。哦。无照顺时。无讲一定爱啥物摆安怎安怎。对。哦。好，来，我甲你客，你落。好。哎呦，厉害！几撮？厉害！啊！
无伊的规个拢带断，知无？哎，台顶看，嘿，买较水。哦，做这细节你拢有注意到呢。拄啊贵真正有差，看起来就加足胖的。啊，前来吃好哩，还未开始的啦。啊，前来吃好哩，好人各上进来，进来。我是参议员。啊，你是参议员，大大，竟然奇妙啊！现在是看将来。啊，你无用，我多，我多外心，而且你家还干乌豆糖，小你可以尔，由你本派出来处理你的问题就可以了。是安尼先，我先问，同款迄个啥，阿妈爬袂起来，你甲站落去。这是我妈妈。我问你吗？妈，你有爱我？有啊。你敢介意这个工课？这个工作，还可以啦，会趁钱啊。这是爸爸的工课啊。爸爸的工作我就爱来斗做，你嘛是啊，来甲斗做。我冇斗做。系啊，无这个工课真正足辛苦的。对啊，你家己嘛有看到安尼辛苦是倒？你为什么时阵开始做？我为什么时阵开始做？我做生理了就开始做，无你伫我要倒来，我就开始做。妈妈有心的时阵，在做。到个月，我嘛搁出来在做，做了还去生囝、生理，所以，咱个当初妈妈无做啥，做较简单的。好说，我楼上的女子乃是邱盾，查某囝邱凤仙，邱凤仙嘛！哎呀，原来是邱先生的女儿啊！那安尼境家好，境家妙，不如嘛心中有意，要过高提了天座。苏伟，你头表演你感觉安怎？你家表演安怎？就是我感觉我当初家的台词无讲好好。是啊。嘿。我还听袂出来呢。就是有淡薄仔，吃螺丝的。哦，卡掉的就对啊。所以你即马大家人就是咧食饭休困。准备后一场。嘿。你后一场敢搁有？有啊。你是同款的角色吗？唔知，因为爱看讲戏的人爱讲啥物戏出。你拢遮尔临时哦？因为阮演台戏就是拢无剧本的。哦。嘿，你下暗嘛有哦？我嘛有。嘿。我嘛有。我嘛爱画安尼。嘛爱化妆。嘛爱穿安尼。对。我的角色是啥物货？应该嘛是机关啊。哦。你安尼讲害我真，那暗顿食袂落啊，有够紧张的。所以你爱甲我讲，我啥物动作、啥物货，你拢会甲我讲。好，咱就来练习。好，行。手是爱，你是阮的红仔架，手牵落开，这四支爱甲合起来，合起来，放伫咱的边啊。安尼，咱紧说，我手已经咧酸，手较酸哈。好阿妈，好，这样。你要甲我讲出水啊？哦，你爱讲行。行。好，行。无遮慢哦。哦，手已经咧酸。好阿妈。好，行。我咧速度是毋是无共？安尼出水，好，这是第一个
骹步。对，就是还有会定用到的骹步。嘿，啊，第二个叫做站门。掌门。嘿，就是阮的一群人排规排安尼摕行出来，啊，就排到边仔遮。好，啊，阮倒仔拢是安尼举，就是头拄仔举起来。嘿，举悬悬，安尼滚头。哦，这样。我对你后壁，你看，我行。就对咧，安尼说就好。头一个人倒仔囥下来，伊遐对咧囥。啊，再看伊以后囥安尼，啊，就爱做伙。所以就爱看上头前面啦。来整齐，嘿，整齐。所以等下有人做头的，我就对咧行就好。对对，头甲尾拢会穿，啊，较袂晓拢爱包一个中。哦，哎，台湾就这样做，但手表加手表拢会那做。哦，主要就是这两个。对，带大概是这种方式。啊，你敢有伫咧台顶无设计用唔对去？打开始做的时阵嘛是会，哦，所以就紧分袂清楚，就是。真正足困难的，所以就紧用倒来就好啊。啊，你敢有笑出来过？有啊。所以正常的。打开始拢会紧张啊，会啥？好，安尼我心内较好过。在上台啊！啊，飞伫画起来，总足够的。大卡就袂认得你是啥物人。这嘛真是，他到底下骹我嘛一直说，哎，苏伟妈妈到底是对一个？妈妈到底是对一个？伊就认为就是一个人，啊，所以袂记得。伊就当作人拢无捌认得。真正认袂出来。我等下要上台啊！苏伟，学长，你真是我的学长，你等下爱甲我带，咱是旗军啊。对，旗军啊。秋雨讲对啊，旗军啊。嘿。这是我的第一道，我第一道画啊，你嘛第一道上台，所以你等下爱甲我带。好。我真做紧张的。你第一代上台是啥物时阵？差不多嘛是4、5岁去用杀出台。所以4、5岁就有来咧表演啦。系啊。啊，你敢有做紧张？你的第一道的时阵？头一遍讲台词的时阵，对，会紧张。嘿。啊，你敢咱甲我教一下，你若紧张的时阵，你要安怎缓解？互家己的心情较袂遐紧张，就是要冷静落来。我真就是伫咧边仔先歇困，互家己冷静。对。好。咱这个观世音菩萨，啊，咱的顶天上帝、地上帝，圣诞千秋。安做半病，真煞迄个叠加生，你若有用，叠加生，叠加生，主祭神，马仔，啊，过来遮，还过来遮放牛哦，我知。光复天水在水天的风。不要充满，我刚需要。做紧张的，就是你爱一直注意讲，这个演到对啊，等下要演啥啊？后一个我有啥物角色爱换，像苏维伊就做无用，伊有用本来。阿娘真够出济会，我从来都捌听过这。你捌听过哦？安尼我讲互你听，这这天书原来啊，就是迄鸟啊食物件了后，会放鸟啊屎，你那个叫迄个鸟咩？啊，你这边好头头啊！军兵亚西比，庆贺版是宣告。报洪兄公，洪兄各位有我妻。我主还，随我一同，告在东土关，以小领号，兵进东土关。要是团是大军兵进东土关。
像伊头拄仔就安尼，像车咧动，我着家己点点啊安尼，嘛对咧动，所以就是你的观察力真正会做好。老人出游，越射越好，最贵如何？没错，最贼出不还，我两百票，点票有边，有够大一碗。这个是阮爸爸生做足缘投，编剧就个足好看，编剧导演都足厉害。爸爸，爸爸，你伫这个团做偌久啊？我做出事就开始伫遮做。就出事就伫遮开始做。啊，你平常时的工作拢是咧做啥？就是搭建啊、修建啊、管理啊，办事互教材啊。有一个代志拢足济。其实爸爸对我拢袂介歹，嘿，爸爸拢介温柔。啊，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妈妈，我看互你跳，感无啊，谢。妈妈嘛是介温柔，就是若是讲伊的戏足重的话，伊就会啊，所以有时阵就会较情绪上可能。起码一个较歹一点。我今日去你演，我有发现就是戏班的囡仔，就是一定爱目色爱做好的，就是爱看面色。所以其实恁已经练甲完全拢唔免随讲，就是恁家己看。家己看着知影要创啥。细字啊，好。今日天气安尼做好诶。这个就是我的姑婆，哎，姑婆你好。伊已经70几岁啊，嘿，要80啊。啊，家己一个人开这间店。啦，我拢有恁是较晚，我较早是拢我朋友来这斗下去了。啊，所以属于你平时伫遮你拢甲迄个姑婆斗相去，斗相到什么货？斗就是人客若咧买真胶，我就甲伊斗硬。足甜的呢，家咧迄啊，哥咧菜哥包足甜的。足香。头家娘说要偌济个？要50。是，足食袂来这间买哦。对啊，我拢买150啊，今仔伊就有诶买了啊。一斗买150哦。对啊，3个人食。啊。一个人食50。所以苏怡平时敢会斗针？我唔敢蒸。这唔得要安怎？哦，是惊伊烫着，毋是惊蒸饺歹去。惊蒸甲臭味大。反正有通食就好啊。够巴肚的。够咧食就好。迄一天的台语课，迄一天的台语课。安尼苏怡，你今日要甲咱上啥物台语课咧？头一个我要甲大家讲的是八仙过海。哦，八仙过海是啥物意思？有一句话咧讲，八仙过海，好事就来。八仙过海是阮歌戏传统的八仙其中的一种仪式。安尼，咱搁做伙讲一道八仙过海。安尼，第二个词是啥物话？第二个就是恭喜。恭喜！我今日要来讲伊吼，美美甲思维，恁两个做阿某，然后你上山用一只棉袄，甲恁对恁就叫人啊！安尼，咱搁做伙讲一道恭喜。安尼，第三个词是啥物话？第三个就是红仔鸡。红仔鸡。唱唱切，唱大大唱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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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。安尼，红仔鸡是啥物意思咧？红仔鸡就是咧讲阮歌戏基本的身段。安尼，咱搁做伙讲一道红仔鸡。安尼，最后一个词是啥物话？最后一个就是拍摄。拍摄。
个当。所以拍摄是啥物意思？拍摄就是阮咧播歌戏的时阵，那咧烧战战术的迄一方爱表现出受伤啊、足痛苦的心单，阮就会叫这是拍摄。安尼，咱搁做伙讲一道拍摄。安尼，大家拢学会晓啊吼。Give me five。哎呀，我这手。这狗嘴嘞！今天阿米要不要戴眼镜呢？来了。哎，找阿妈，找阿妈。哎呀，来。你做爱跟阿妈塞奶啊？哎，你无像弟弟安尼去甲阿妈塞奶？进前有啊，阿妈都会叫安尼咩？阿妈搁甲你嫌烦哦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我弟弟，伊叫做梁凯瑞。伊的兴趣就是足介，伊就足介意食鸡卵糕的。若是生日的时阵啊，看到鸡卵糕，伊拢会足欢喜的。伊伫阮兜，阮拢叫伊是小王爷，因为真侪代志伊拢无法度，拢需要别人甲伊斗骹手，所以阿公阿嬷拢会叫我弟弟是小王爷。我想要知影你的眼中，就是你感觉弟弟是伫咧你的心目中，就是伊对你来讲是安怎的存在？对我来讲，弟弟甲平常其他人的弟弟就无啥物差别，但是就是可能袂讲话啊，可能行动较无方便尔。就是我会当看到讲因即个家庭啊，其实是足团结的。就是即个团结啊，毋若是伫咧咱看到迄个舞台顶咧搬戏的时阵，其实你落台了啊，伫咧因的日常生活啊，拢会当看到讲因规家伙啊，拢是做连接足深的，就是会互相斗相共安尼。所以我感觉即个所在互我足感动的。啊，所来就是像咧思维伊讲的，就是歌戏即个代志啊，其实毋若是因爸爸妈妈咧趁食的一个工课尔，就是对思维来讲，这嘛是伊一个足大的兴趣。所以我就是感觉讲，歌戏即个物件，真正是因厝内底一个足大的连接，会当甲因规家伙安尼绑做伙安尼。你我相拄伫咧迄一天，受伤的迄一天，受伤的迄一天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受伤的迄一天。阮四个吼是我的大孙，嘛是上我的囡仔。啊，去班来工课伊做上，对，伊是爸袂准做迄个啦。对啊。啊，较后面做着阮即两个细汉，3岁开始学印话。